一、緊張緊張。二、播放播放。三、精彩精彩。四、嚴肅嚴肅。五、念念有詞念念有詞。六、記憶記憶。七、爆發爆發。八、身影身影。九、懶惰懶惰。十、一聲不響一聲不響。第二，背默課文。清明杜牧。清明時節雨紛紛，路上行人欲斷魂。借問酒家何處有？牧童遙指杏花村。